中华宝岛一间饲料厂今早起10点外发生公安意外，41岁姓杨的员工伫咧拼假贩卖机器时阵，伊煞无细里溜落去，人就夹入去啊。其他同事赶紧报案，警消人员赶到位，也甲这机器撬歹。这个姓杨的员工因为伤势伤过严重，落被救无回来。即马呢，这中区治安中心也介入调查，除了下令停工，也依照治安法来甲因开罚单。救护车紧甲受伤的人送病院，但是伤势真严重。救援人员一度做 CPR， 落尾嘛是不敌过身，互家属是真悲痛。今仔日是安怎奈安尼？嘛唔知。不要再讲了。代志发生伫17早起10点外，中华宝岛这间饲料厂传出公安意外，41岁姓杨的员工当在拼喙贩卖机，煞无细致对机器内面的楼梯出落去，正卡互机器夹掉。警消是开1点外钟的时间，才总算把人救出来。他到现场的时候，那个患者受困于那玉米搅拌槽的粗糙里面，然后我们就将人员利用那个机具配合厂商破坏槽底，将人员救出。急救1个小时多了，但是目前还是没有呼吸、心跳。安东安海说，右下肢已经开放性变形了。员工因为伤势相当不敌，饲料厂的负责人嘛赶去病院，伊无想到伫遮做工课10几年的员工会发生意外。治安署中区治安中心嘛介入调查，初步认为讲是流程和安全管理有疏失。因为你要做一些清除哦，你要先把那个机器停起来啊，所以说他的公司没有让他先把机器停起来，人才去做一些清除的工作。那还有一个就是会卷夹的部分哦，会卷夹的部分你要设护罩护围，是把那个卷夹不能把它围起来。治安署中区治安中心表示讲，除了已经要求这个工厂停工、复检了后，确认安全才会当个运作。另外，对这个意外，嘛会照违反治安法，对业者来罚3万到30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